这是公义恩，我是李人，恁安尼青帮白帮撞入来，敢唔惊出代志？李人，出代志的人是你。副台长，你还阁真论命？我若是你，有命通走，就无迄个当当啊公义恩。你靠通盘这官势，为非作歹，无法无天。今仔日有当前的食，就是照动总兵大人的这命令。李人，你若是敢作怪，我随时会派兵抓你。副台长，你可能误会啊！我甲总兵大人私交真好，你今仔带兵来遮，总兵大人敢知影？总兵大人叫我来，你若是甲伊私交真好，也哪呢你就无够。你是哪唆使阿某去烧官村？后某也是你的大地主，你无证无据，凭啥讲我是唆使？我知，后某最近变甲遮尔巧，原来背后是你这个高人伫咧指点。你即马讲这已经上万啊！抓人！恭喜大人，现主是李人盗走，若要甲伊逮捕归案，这是早办的代志。若咱将加价的这单位甲伊处死，干嘛咱就三国归一统？你先落去，我想要静静想看卖，下一步要安怎行？是。你的做法，比互看得起的我，搁较卑鄙10倍。陈天明，你该死！大人，在这时阵哪能行？前功尽弃，处事单位，从哪做受罪？带囡仔这个地道，是要刺杀我？想会到伫上危险的时阵，难道救我的命？天公伯对我李兰实在有够好。这个世界上若无单飞，你人啊真俗哦！阿官，我要来去淡水厅烧一寡官员。我若要东山再起，一定要靠官势。你去组织下平步反救单飞，来一个抬一个，来两个抬一箱。单飞。你一定要含笑归土，后出事。你若无气嫌，才来做我李人的兄弟。李南正藏在什么所在？公义院查房的地道。甲照顾好势。等到咱接受公义院所的产业，你才放手。我对你长山反清福。你派我来台湾，嘛讲为着反清复明，是安怎？我感觉你叫我做的代志，
就是为了叫我做土的同款。敢讲，你所讲的汉人江山，是要用这款手段，才会当为满洲人手头甲手。我会当替你拍江山，但是我无是要做土。老板是啥物款人？李世民啥物款人？赵匡胤甲朱元璋又搁是啥物款人？若无透过的手段，伊个江山又搁为倒来？你讲遐个人，甲我一点关系拢无。因要怎拍江山，我唔管。你若是要用这款手段拍江山，我会看你无起。大人，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既然我是你的师爷，我就应该甲你提醒。大人，你有野心，无头壳。若无法度替我保守秘密的人，我一定杀你袂扣。看我无起的人，根本就无资格留我的身躯边。我因为阿平当初差一点变成废人，你拄则所讲的遐尼凶、遐尼恶，你绝对做袂到。我已经下刀，互你变成废人啊！你若是乖乖啊听话，我会饶你一条命。我若是互你三两句话就吓惊着，我是要安怎拍下这个刀，你一点仔愧疚都无。你即马为何来加加上好？我就是甘仔南上官的人。大孙啊，食饭啦。大孙啊，若为着我去连累着你，你会怪我袂？大孙啊，若是为着我，你用害死，你会怨叹我？大孙啊，其实这碗饭，师傅叫我伫内面下毒，要甲你害死。带你转来厝看看，你着看较清楚，看较详细。我要带你离开台湾，咱来去长山。是啊，希望你着爱有灵有声，好比我甲大孙仔会当平安甲长山。我阿坤一世人。受较无路用无毋对，也毋过只要是甲年仔做，我袂甲你放袂去。阿某啊，念在恁两个师兄弟，甲我做奴才做遐尼久，你过身了后，我会甲你的新主牌啊，甲向南囥做伙。李阳，你大孙仔，阿坤，走啊！一个新主牌都唔甘等调的人，敢会放杀师兄弟，甲你去斗生？你啊，我的功夫可能无像你遐好，啊一命配一命，我也无全配你的过。拼命是靠功夫，唔是空嘴保持。你轻轻才讲。依然，亲像你这么放弃，我足想要知你头壳内面到底装啥物件，上好是互我有这个机会。怨叹我李兰喊万太人，你当阵，若唔是为着向兰，我一时两心，
想要留予你一个全尸，今仔日就卖这个效果。我伫我身上得到一个教训，你啦，我会予你死，也毋过袂予你全死。阿三，是。师傅，即摆长兄在那面头前，我想要问你，我是你的大弟子，我也是你的囝婿，从你转来以后，不管我愿意无愿意，逐条代志我都替你做甲到。现在你的心肝这么强，想要爱我的命？扣分，你背骨的人，什么时阵要反背唔知影。我这条命，坤义燕，啊，搁我查某囝香兰，这条线，拢算在恁两人身上。师傅，请饶命，请饶命！你这个卡下，一个查甫人活了无成人，死嘛死甲飘撇的。大叔呀，你紧走！大叔呀，你紧走！阿坤，阿坤，阿坤，大叔呀，你紧走！你紧走！阿坤。香兰，从今以后，我干了你这个母囝，无这个丈人。哎好。阿坤，感谢你。一世人对我的照顾。阿坤，阿坤，就是姑娘，请你紧叫阮师弟。我叫人来看心情。你若叫阮师弟，我来讲你真正冤仇人是啥？阿坤。已经无救，你无欠我，你用安怎讲？所有代志拢是你来要做的。我听人讲，我的责任是你抬，我会叫你决斗，替我做你报仇。好，也毋过毋是即马，我即马要救人。原来你会讲话，今摆我歪甲你决斗，我嘛是要救人，要救什么人？救我一世人上感谢的人，啊你？我要救的人，是这世人唯一拍败我的人，嘛是我上介意的人。原来咱两个拢同款。我甲你根本就无同款。我要救的人是玉春，我明知影伊爱是别人，我嘛是要救伊。原来感情的代志是无阮汉人甲白做，我要救的人嘛是玉春。我相信你是第一武术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救玉春啊！答应我。
回了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但辉，我袂当亲手杀你，就算讲我来去处斩，我死目行原客。阿兰，我希望咱会当共一天处斩。你应该会记得，咱结拜时阵讲过的话。虽然袂当共一生，但是希望会当共一死。 恁两个人实在是真悲哀啦！恁即马有啥物资格讲论生死？恁死嘛又在我，死嘛又在我。李兰，我即马予你一个机会完成你的心愿，要处斩进前，互恁两人决斗。但辉，过去我互恁两个人也真济个底，我即马嘛予你一个机会。 替我报仇，爱好我爸。弟弟，所有代志拢是你揽做，你若是放单飞。 我就予你无命。王慧，王慧，我在战场上捌战败过。今仔日，互一个柯台长用少年步数，甲害到这个地步，伊甲我下毒，搁甲软禁的食，再搁用我的名义要甲单辉掠出去处斩。秋水姑娘，你若要救单辉，你就要先救我。 将李南单位带出来。靠进行的，靠！各位乡亲父老，我是前昆医院的院长，即马是甘马兰听书的这个师爷。但辉甲李南危害地方，福建巡抚下令处决处斩，这两个死冤恶性不改。虽然是落押，也毋过处处咧为难总兵大人。总兵大人命令我，伫各位乡亲父老面头前。 互这两个恶徒决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本人即马宣布，决斗开始。因为单辉武功高强，为了维持决斗的公平，李南用个野武器。今仔日若无杀你，迄是因为咱已经是死犯，为着咱的后世人留一点仔情分。大胆罪犯，也敢行使官署的这机要人员，来人啊，击杀无论。顾大长，我带紧你来要陪你。
蔡金，以前咱两个身份相同，你就无我的法度啊。今麦我高高在上，你敢有才调？蔡金，你公然行凶，甲这两个恶徒同款，格杀无论。行刑！对，领走。这枪是替阿坤开的。将所有人押上。是。哦，那一声事实啊，三顿官府传便便啦，唔免做道通食咧。咱台军的兄弟哦，出头天啊，应该加叫一寡人来这封官，甲官府食回倒。姐我，我来讲对唔对？一朝天下乱纷纷，世事杂乱无单纯。试问人间多少事？啊，怀地是非随门论，还啦！江湖事、世间事，起起落落，生离死别是事常。若是有机会，我希望恁大家会当好好活落去。恁查某人，甲生死讲啊遐尔简单。恁敢有看过？我应甲恁同齐强视查某人的心情。阮的心情真简单，敢若希望有一个伴，无论是生还是死，伊的心永远会当属于我。大孙仔，咱两个人应该袂有这种遗憾才对吼。原谅啊，这世人我欠你一个海誓山盟，后世人若有机会，我来报你。阿辉，我较袂后世人伤欠债。假使你会感觉你这世人有欠我啥物的，但即摆原谅我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会感觉你这世人有欠我啥物的，但即摆原谅我。哎，啊，连我这个罗汉脚都听得出啦。阿辉啊，生死一回事啦，欠人钱，唔通欠人人情啦。阮姊啊，甲阮姐夫做你的长辈嘛得过啊。若无去啊，我这个独身啊吼，变两人我就紧表示一下，紧啊！姚春，我可能真紧会无命。我一世人已经无资格拖累真多人。
我要请蔡社主任这对翁仔某替咱做见证。后世人，咱会当熟悉。我单位一定要甲你做翁某。就亲像你讲过，当过身的时阵，会行一阵真长的路啊。我若行过你的身躯边，不能牵你的手，永远袂甲你放过。今仔日莫甲我看做官，今仔啉这个酒，毋是要论英雄，是要交朋友。你虽然无穿官服，不过你的心同款是伫做官。我看咱这个朋友是交袂成，这酒你会当醒起来。明仔载审完李兰了后，我要辞官。过去的我，规头壳拢是天下大事，汉人江山。辞官做一普通的老百姓。 会当我想过较济，看过较济，安尼，敢会当陪我啉一杯？人哋讲，做官的滋味，就亲像你食阿片，你敢有这个材料，话歹做就歹做。设施我过去所做的代志，若拢无毋对，安尼，反清复明这条路应该毋免行到这艰苦。反清复明这个工课，若是我个人的使命感。 所有老百姓拢唔肯跟我行，这条路我永远行袂到尾。我会承认一个失败，过去的伫天明伤过看到家己，轻视吧。想袂到你会改变这么大，看出即摆的你是真正的地天明。那安尼我欢迎你来阿里山，甲阮做伙开阔。阮俩兄弟无读册，唔捌字，也毋过捌的。 是人情义理，甲你所读的四书五经拢无共款。四书五经会当互你做官，但是人情义理会当教你安怎做人。我劝你暂时甲四书五经放一边，甲我来去阿里山学做人。对我来讲，做官较简单，做人较难。我想要找一个无人熟悉我的所在，重新开始。 多谢你甲我讲这篇人情义理。来，我敬你。你讲的人情义理内面，敢有包含对查某的感情？我知影你做人真成功，真侪人愿意跟你。希望你做人红婿嘛，同款成功。 和秋水姑娘愿意跟你一世人。本案是自加马兰设听书以来上重大的案件。本官为求名誉公论，特别在这设立临时公堂审问此案。各位乡亲父老，请静听，不得虚华。若无，以扰乱公堂治罪。来人啊！团李兰，团李兰。 李兰，见到本官啥无下过？路政决定我做进前，我对朝廷是有功的地方自信。按大清的律法，我会当见官免跪。李兰，
你回头甲看卖。因的证书拢对你不利。大人，因拢是我的冤仇人，用因的证书来定我的罪。总兵大人，安尼敢袂影响你的官声？既然你讲因拢是你的冤仇人，证书不足采信，安尼，我就传你的下骹手人出来作证，互你心服口服。传廖阿猛，传廖阿猛。阿猛，你甲你的证书搁讲一遍。免讲啊，大人，我请问你，大清律法敢有容允恶奴欺主？这个高老仔毁了我的家后乡内，互我赶出去义烟，伊的话，大人你也要信？真奇怪，你人照你的话听起来，那所有加马兰的人拢想要害你。阿猛，你先退落去。大人，你人若是无护法，干嘛人的天理何在？一个无天理、无公道的所在，都唔免设官府。本官真清楚，无公道就无民心的道理。你暂时退下。是。大人，若无其他人情，敢会当行李南一个公道？免着急，有一个你料想袂到的证人。传阿官。这就是你本法的物证，讲啥话通讲？阿官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这是我甲爸母做永续的约束，我一定要守信用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摆落雨的时，我就想到你，你给我的帮助，足棒的，足棒，足棒。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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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无事，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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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人已经起痟，你家己较细力。我会存在，多谢你。
阿兰，来我军义宴，唔是恁在就是老在，你是哪一种？有一天你若清醒，你就唔通怨叹。这世人你已经有够啊！他妈的是我的！我要想生想就死，我要想死想就爱死。靠路在，本年主这世人上讨厌三种人，头一种是废人，第二种是无路用人，第三种是要食唔讨趁的人。爱记哩啊！做人的路财，都要有路财看。唔是天理互你报应，是你家己害家己。阿母讲过，若唔是甲你带来台湾，保定着你袂行歹路。世间无无辜的人，含万人互人利用，有才情的人利用别人，你敢拢无看到我的地位？就是这无路用人，用因的戆力所贴起来，我是感觉咱的土皇帝。我讲啥算啥。阿兰，阿母若是原谅你，我希望你后出世，同款来做我的亲兄弟，咱做阵行好路。善良、正义、感情。恁这戆人啊！如果伊来皇帝，倒一个是善良的？正义是负担，感情是拖累。你若唔听我的话，我就太想。绝对袂软心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过主，我知影啥物是三重四点，啊，毋过即摆毋是三重四点的问题，是一个查某人讲话无算话，啊，阁有另外一个查某人讲要做人的变卖人，嘛讲话无算话，啊，阁有一对翁仔某讲要做人的见证人，我若是讲话无算话，恁这个白人拢无信用啦。春啊！啊，你讲了就无意思啊！你对不对？我是做变行人啊！啊，我怎么定定不爱讲话哦？是因为我还未娶某啊！啊，人讲插人的翁仔某代会衰啊！我甘愿做一个无信用的人，嘛袂见落衰。好啊啦，大孙啊，啊，看哪讲你嘛是一家之主，恁着讲几句话。阿伟啊，咱一对兄弟仔行啦。不过吼，你的中心大事吼，我唔敢做主，你家己决定。不过吼，咱讲真的。某若要娶吼，一声就甲压学落底，啊若无这世人你会真艰苦。阿伟，你真要我等到后世人，互这世人怨恨你啊？我来去开本地看卖。阿伟，一条天下。来哟，啊你等下，陈阿辉，即摆我要讲的话是本提督甲我提督夫人的意思。你若真正要有阮小妹等到后世人，唔免升堂，唔免审判，直接斩头。
陈辉，你给我出来！就是高人，有什么指教？李天明拜托咱两个一项代志。伊讲若是过年过节，希望咱两个斗阵去甲阿官烧香点火。姐，啊，若毋是人阿母啊，敢会使斗阵你陪我啊？唔捌听咧。哦。朱秋水，阮伫个家乐内底，阿辉有答应我，这世人拢要陪伴我。罗玉春，我早早就甲陈辉约束好势啊，陈辉名是我的。陈辉，查甫囝讲话算话，你家己讲清楚，咱是毋是安尼约束？哦，即个我继续讲落去，冤家。罗地头啊，若讲清官难办家务事，我想这款代志吼，甲你就有大端啦。大伟啊，来，我来讲，你怎啊徛踮中？啊，恁三个人的代志吼，你家己慢慢啊理。哦，罗地头啊，伊要来面啉烧酒。哦，行，你吼，性地莫遮歹啦，啊，你嘴吼莫遮来啦。陈辉。我毋是讲过，我准你伫咧别人面头前讲我唔对。阿辉，我嘛甲你讲过，后摆若有人甲我歹，你一定要为我。哎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的一首情歌。